这道可能有问题的鸭是有3只要被去中化，饲猪场也运输过程病毒就脱开啊。嘛有农民是建议政府在饲猪场若主动通报异常，应该要有奖励措施，大家才会更加配合防疫。 台中标处饲猪场验出非洲猪只阳性，这场饲猪场嘛有3只猪仔未来中化。消息一出来，互中化的饲猪场真烦恼。到饲猪40多吨的农民表示，车猪运输的过程才有可能互病毒摊开，都惊疫情会搁再扩大。今日猪仔车，这场走去迄场，走去迄场，安就会扩散。车去发这样车10天啊，啊，搁去马品市场吞1礼拜啊。 拢总无扩散出去，机会足少。我上烦恼是卖大发内扩散啦。中华管府表示，第一时间接到通报，就针对饲猪场顶相关场所进行管制消毒，加强饲猪场的生物安全防疫宣导。但是，中华县饲猪数量排全台湾第3，是饲猪的大县之一。要安怎避免非洲猪只摊开？有饲猪场建议政府主动通报异常的饲猪场要有奖励机制。嘛有农民表示，即阵确实配合。 疫调上要紧。动防所这边就针对我们的肉品市场、我们的屠宰场，我们就马上消毒，然后包括我们那个运那个病死肢的车都马上消毒。基本上你只要整个来源，它的流向，只要这个剧组它有很诚实的说，一定要交代清楚，不要去有任何的隐匿的话，那基本上。 应该可以把它追查出来，应该都比较没有问题的。养猪户发现我家的猪有问题，自动通报，应该要有奖励，安尼大家自动通报，提早通报，非洲猪的扩散的几率就会比较少。 中华管府表示，县内已经启动即时通报加监测机制，嘛监督饲猪场落实门禁管制、消毒等工作，加强猪肉产品的稽查。管府嘛呼吁，若是饲猪场的猪仔有各样死亡，一定要随主动通报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